那時辰，明日上新聞，世界太叫我傷心，世界有太多不公發生，只有等到聽日我神。而家咩年代啊？嗰個仁兄梗係冇用 Apps 揾工啦。講咩啊？我話 Apps 啊，咁 out 㗎你，等我話你知啦。Apps 咋嘛？有得咁巴閉啊？ City Good Jobs 喎，你未聽過啊？ City Good Jobs， 一個為你裝備未來嘅 Apps， 千份 Good Jobs 一行大晒，click 一下，碌一碌，撳一撳，各行各業任你尋。喺呢度，你唔單止可以揾到理想嘅工作，仲可以根據唔同公司嘅要求，揾到適合你嘅工作。哇，咁正嘅，download 先。你哋啊，快啲 download 啦！